南投新义乡石木村的龙华国小白白太水替上百转下过后，重建的过程很唔顺利。喺去年的龙华社会过后，客家电视纪录片继续关心龙华国小的重建，从学校在后第2年的情形，去做龙华国小跑流记，草案部也去到龙华国小同师生分享。回到本彩题见面清楚了解，客家电视台创期关心彩题嘅心意。电视台嗰日擺轉到龍華國小，放送經驗圖製作嘅紀錄片《龍華國小漂流記》。呢隻片嘅製作人表示，當人話到食影響都係演出演，不過石木村實係標準嘅客家裝，所以可能促勸市民嘅客家電視台要義務做好關心彩題嘅人。比如講對佢嘅生存啊，佢哋學校啊，佢哋居民在地嘅，也對佢嘅生活，我哋講講，我哋係族群嘅電視台，我哋有啲義務來關懷佢哋第兩片生發嘅所有的。禮拜電視台放送嘅紀錄片，讓龍華國小嘅重建過程做主題，所以全港師生韓國家長全部出席放送會。學生講，透過紀錄片，本大家可能了解重建嘅困難。韓國家長表示，呢部紀錄片對石木村民來講有特別嘅歷史意義。這個片子就讓我知道原來那個什麼蓋學校係這麼辛苦啊！這個紀錄片充實地表現出事實上龍華國小它所幾次的受災的把真實的狀況。就是呈現在外界，不要讓人家誤導，以為說我們一天到晚就只是說為了要蓋學校而已。2年來持續關心龍華國小嘅紀錄片投入長回領講，希望透過兩部影片，本外界可能了解石木村民對彩題嘅認同。仔細再回頭去想，就覺得應該從賀伯開始就談下來。其實我覺得它是神木村的一個小縮影。那我是用這樣子的心情來做，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龍華國小，其實是神木村的一個故事。客家電視台台長施昌潤講，當歡喜看到龍華國小為傳承客家文化所做嘅大病，未希望透過紀錄片本大家強下來關心龍華國小嘅後續重建問題，本成義上嘅客家文化擾亂，做得繼續教育老文化傳承嘅使命。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